所以喺社會科學上應用嘅多姿多彩，而且仲有好多更加重要嘅應用，仍然等待數學家去開發。舉例嚟講 ，data mining 我冇講到，呢幾年嚟，無論喺文獻上或者網絡上嘅數據，可以講人類有史以來最多嘅。有一本雜誌話，佢話1年內我哋得到嘅數據，比人類有史以來所有嘅文獻嘅總和加起嚟都仲多。基本上係一個所謂 exponential growth 嘅一個 information。喺呢個情形之下，我哋點樣有效嘅處理呢啲數據，係社會學、歷史學同埋種種唔同科學嘅一個最重要嘅問題。我哋見到好多數據，但係唔知道點揾佢。前幾年一個大油公司由於地理學家得到好多數據，海底地層嘅好多數據，由嗰啲數據裏邊，佢並冇入海去揾，而係喺呢啲數據裏邊發掘出一個新嘅油田，一個相當大嘅油田。所以喺成億成萬嘅數據裏邊，點樣揾我哋希望得到嘅知識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而呢啲問題需要大量嘅數學嘅處理。最近我哋知道一個好重要嘅一個searching machine 喺網絡上嘅 Google 最近要上市，可以賺好多錢，大家都知道。喺網絡上揾呢個信息，使到 Google 成咗名。而 Google 嘅創始人其中一個係數學家。佢哋嘅方法係將網站嘅點樣聯絡同埋網站嘅網頁幾多，用一個矩陣嚟表示出嚟。而呢個矩陣，佢哋發覺可以睇到所謂 Markov chain 裏邊一個轉換矩陣，由呢度得到一個概率分佈一條分佈嘅一個路線，去點揾？去由我哋呢個電腦去 search， 由呢個得出呢個穩定嘅一個得出嚟一個 distribution。分佈概率分佈最好嘅一條路線可以揾到出嚟。揾信息嘅問題極為複雜 ，Google 只係處理最簡單嘅問題。我哋譬如講，由我哋今日坐嘅咁多人裏邊，用一個人面同座中咁多人裏邊要 match 一個 data， 呢個係相當困難嘅問題。假如我哋有1億個 website， 每個都有一個人面，我哋去點去揾我哋需要揾嘅人？假如你喺路上見到一個你好仰慕嘅女仔，你點喺1億個 website 裏面揾佢，係一個極為困難嘅問題。而呢種問題牽涉到好多幾何、好多combinatoric 嘅問題，都係十分困難而且有意思嘅。而數學家同埋心理學家正喺盡量嘅想辦法去研究人腦，點樣研究，點樣知道人腦以一個咁細嘅體積能夠處理咁複雜、咁有效嘅一種數據嘅處理方法。我哋希望能夠模擬佢，然後希望能夠解決，用佢嚟解決一啲實用嘅問題。所以數學嘅發展多姿多彩，而我哋可以知道呢啲數學應用都係建立喺一個良好嘅純數學基礎上面。對數學冇深入嘅了解，而企圖得到由數學得至嘅果實，即使可能亦係表面嘅功夫。我哋做研究有長遠嘅眼光，唔能夠太過急功近利。我哋將前面講呢個解碼嘅問題就嚟分析一下。橢圓曲線係一個好複雜一個純數嘅問題。當時嘅研究純粹為咗研究數論，結果發現對因子分解有好大嘅貢獻。而因子分解應用喺編碼嘅理論度，應用到互聯網嘅保安裏邊，得到極大嘅呢個效用。而假如我哋一開始希望由橢圓曲線就直接去用上互聯網嘅保安，係幾乎不可能想像嘅，係經過唔同嘅步驟得出嚟嘅結果。
所以我哋希望呢個大家能夠了解到呢個數學嘅威力，同埋數學嘅能夠無遠而弗屆，幾乎世界上所有學科都同現代數學有密切關係。由 data mining， 由呢個工程到純科學，都需要用到數學嘅了解。喺21世紀嘅整個知識型嘅社會，我相信數學會越嚟越重要，所以我希望你哋年輕嘅學生會知道呢一點，能夠花啲時間睇睇數學。都係講得咁。最重要嘅一件事就係濃厚嘅興趣。你對一件事鍥而不捨，你慢慢就會有長進。呢個第一件事，濃厚嘅興趣。而第二件事，你真係要做一個大學問，或者做一個真係好嘅數學，你要有一個氣質嘅培養。因為你淨係中意一啲好膚淺嘅問題，或者想快快脆脆寫一啲文章，或者你可以同你啲朋友炫耀一下你知道幾多數學，呢啲嘅進步對你做研究嚟講並冇任何好處。一個氣質嘅培養，同埋濃厚嘅興趣，同埋基本嘅訓練，係一個大數學家所需要嘅。而一般人總係缺乏其中一樣，所以數學始終做唔好。